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为即马开始，一直到4月10号期间，推出亲子乐游假期专案。只要是入住指定的房型，不但会当伫饭店房间内感受亲子乐园趣味，阁会当享受饭店自助餐早顿。不止安尼，远东饭店阁甲乐园业者合作，推出户外游乐园，业者是驾驶知名艋舺造型的车辆，伫百货内底参观，2种门票提供选择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百货公司可以玩过这些就是车子啊之类，还有一些饭店内的一些帐篷，然后我觉得非常棒。能玩这个车，然后也可以去住饭店，就感觉非常的棒。对。那你对哪一项设施最印象深刻？就这一个啊，在这边开车能让小朋友体验到加油然后洗车的感觉，而且外面有很多好玩的设施，很推荐大家去玩哦。在开春之际我们也推出了一个亲子乐游假期哦。那这个乐游假期，只要是入住我们的15坪的尊龙客房了，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就可以让客人选择选择是室内的Super Wing， 就是交通小乐园，或者是说户外的儿童乐园设施。那这个活动我们特别跟麻果移动乐园去做一个合作，希望带给家长来到台南这边来旅游，家长可以轻松的在饭店休息，那小朋友也可以在游乐设施玩得非常的尽兴哦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房型哦，就是我们的行政家庭客房。那这个家庭客房有2张大的床，那中间我们会特别帮小孩子去设定一个野营的一个体验，所以当小朋友来到这边跟爸爸妈妈玩，那也可以在室内乐园，那也可以跟家长去一个互动，所以这个专案是非常有趣，充满欢乐。亲子乐游假期专案，让大人囡仔伫饭店内就会当享受到，亲像是来到游乐园同款的趣味。不但囡仔会当欢喜佚佗，大人嘛会当心情放松。相信一定会让亲子家庭有一个大家拢满意的假期。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。